非常高兴进去你们家里，就是今天嘛。今天的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我把荣耀归给天父耶和华。我今日想问天父耶和华好，和耶和华说，我宣布耶和华的好处为了你们那里，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祝你们好，从那个开始。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就是要说的，但是哎呀，进去你们家里，就今天晚上，今天的那个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我已经相信了，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听和跟随这个教导，按照我们的那个。注定一定要听从亚伯拉罕的上帝才可以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那如果说你们有关注好第2个教导或第3个教导，人类都做错了，他们就搞了假神的名字，那结果呢，人都犯罪了。却他们说就搞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说是真正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你就跟随他，就你不会再犯罪。按照那个上文字，一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没有人会再犯罪。却跟那个假神就会再犯罪呀。那很清楚了，那些上帝都是假的，因为让你再犯罪呀，杀人、偷东西呀、骗人呐、说坏话、说东间话、泡女人、泡男人，那个喝醉了，就这样的那个结果呢？那个不是亚伯拉，不是你们的书那里，然后你们随便造然后你们做当局，你们有真理，因为你们那里都是巨人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听巨人的那个祷告，这个是第2，你随便造哪本书，然后你跟说你的上帝那里也是亚伯拉罕的，也是不对呀。因为之前2000年和那个1500年呢，这个上帝就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被称为亚雅法，不是管你的书，就是600年后0年那个不是，那这个是长期望这个是真理吗？那我们讲下去，我们一直看下应该是怎么样子？因为这个名字经是假的，包括你们的书那里，因为已经做过证据，你们那些书都不对呀，不对的话，那没有办法，没有希望，那人类就走错了，到那个在别的条路，这个是别的东西。那我们要看一下，应该要定哪一个限制才可以。那我们先看按照那个律法，因为这个是条件，我教过你们，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如果说要定从摩西的那个律法的话，一定给以色列人遵守，不给其他国家遵守。我们要看一下摩西的话，按照那个摩西的话和那个是条件，
都是为了他们以色列人呢。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和第18节，然后直到那个第19节。亚法你的神要救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上帝的话在这里说什么样的那个先知一定从那个以色列的中间，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这个一定是以色列人呢。我教过你们呢，这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9节赐给以色列人遵守，这个就是我们强调话在那个18节呢，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想明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那有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呢。都是这个是谁？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啊，就是他们弟兄那个中间，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先知一定是以色列人。我们来念下那个律法，按照那个诗篇第147章第19节到第20节，第147章第19节到第12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很清楚了吗？这个赐给雅各吧，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呢。这个就是赐给谁？就是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呢。如果说那个申命记说了，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那个第20节就证明了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句子，那他们那个其他国家都不可以等先知，然后自己过来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先知，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不是那样子。然后你进去里面，然后你当以色列的那个先知，哪一个才可以可以就是跟亚伯拉罕的上帝摩西所吩咐的那个命令是什么？按照他的那个命令，就是不赐给其他国家，就是为了你们那里听众和观众然后别国家他都没有这样待过，将他的律例典章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吗？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亚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违反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你敢说我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上帝中间的先知，然后他不听从这个律法，就他有他错误。我们还继续念律法的那个律法，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我们再来作证。这个就是赐给以色列人遵守，就是那个19节，或者那个摩西的律法。穆斯林说以上，摩西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鱼
小玉以色列人说，大家将要花，这个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再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不给其他国家遵守。那这个上文字直接跟我们说，其他国家进去里面就不对呀。有些是限制是你不可以当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限制。亚伯拉罕的上帝通过摩西的话，然后他说定了其他国家不能进去里面，然后不能当大的那个限制。美国、非洲、阿拉伯、中国人呢，澳大利亚人都不能等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限制，除了因为以色列人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律法，那很清楚了嘛？很清楚，不是那个以色列的限制的话就不行，然后你不可以违反。这个，你那里的那个限制是谁呀？你们自己考虑，因为按照律法很清楚了，如果不是那个以色列的限制的话就不对呀。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出来这个命令他吩咐过了嘛，不是以色列的限制的话就你不对呀，你是罪人呢，你将等亚伯拉罕的上帝的愤怒，那个上文就直接说，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谢菲多拉在多拉的话，出埃及记是什么一定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是谁呀？最后的先知在以色列那里是亚胡书啊，他叫亚胡书啊，已经有证明了，按照以色列的书啊，然后做证据啊，这个是真理，然后把这个改掉了，然后成为耶稣，他们穆斯林那里怎么他们说以撒不是以撒，但是亚胡书啊，他们那个翻译错了，然后他们随便找，所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叫亚胡书啊，所有的人跟随这个最后的先知都不再犯罪呀，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赐给他国那个命令，我们要看一下，按照那个以色列的故事，因为大事限制，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自己确定啊，这个可以当限制，不是那个宗教领袖啊，但是他们那个人民就是以色列人可以确定，然后你不可以动他，那很清楚，按照亚胡书的形式啊，他接受过了他的那个权柄啊，但是最后的那个以色列按照那个以色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限制，谁不知道了，但是限制就是他们那里不知道以色列的故事。那些人跟随过大多说了大事情
但是先知他有那个门徒，他的门徒都说定了，但是一位先知一定要听从他，一定要听从那个他们以色列人，有1000个多人跟随过他，然后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妒忌亚胡书，然后把他们杀掉了。我们要念一下犹太人的那个上文字，有新约，这个就是亚胡书的那个历史，就是新约嘛，这个就是亚胡书的书，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先知的历史，在这个新约上，对。他们以色列人自己确定了，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然后有许多人跟随过他，看不见的人多，能看见不能找到话可以起来，然后找啦，不可以说话就可以说话。他们有鬼，他会把那个魔鬼刚找掉啊。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文字，我们要念一下这个有书是否先知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哪一个？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和那个46节，我们要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然后第46节，这个是犹太人的书，从那个第10节到第11节，要说挤进了耶路撒冷。第10节到第11节，第21章，要说挤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亚胡书很清楚了。这个亚胡书按照众人说的话，他是先知，因为他们就和真都惊动了吗？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那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要听从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他。按照上文字嘛，按照那个犹太的上文字，马太福音第21章第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这是把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那要说是一位先知，这个是真理，他是真正的先知。对，众人都说了他为先知，那最后的先知是要说。我们要把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这些都是证明呢，众人看见要说所行的神迹，就说。这正是那要到是将来的先知，那人多看到他就他们自己知道了，他们自己认识了这个是将来的先知。要说真的是一位先知，为了世界，他们确定了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和那个犹太人的历史，那。历史上说了，要说是一位先知，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个情况。那英国人不能拒绝，中国人也不能
拒绝非洲人，也不能拒绝阿拉伯人，也不能拒绝俄罗斯人，也不能拒绝包括日本人呢，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嘛，那他们都不可拒绝，因为主人都说定了，但是一位先知就是要说，我们看别的那个上文章，在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第19节，路加福音第24章第19节，有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要说的是，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人多同意了，他是一位先知。他们那个中国人多积极让他为那个他们的先知，然后他们同意了嘛？那个主人都说定了，那你不可拒绝，就有的人拒绝这个就因为在这里是有的人说定了，那你不可拒绝因为一定要听从你以色列的先知，在你兄弟中间，所有的人跟随他都不会再犯罪。然后这个耶和华说出来他的命令，按照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这个就伟大的先知带过来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就是这个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因为我们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这是照这父对我所说的。那这个要说就带下来大的那个命令，按照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要说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就是为了把人类释放了从那个最终一定要听从以色列人呢，最后的那个先知是耶和华按照以色列人的那个决定，那所有的人都不可拒绝。这是好像以赛亚先知，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那个耶利米亚也是以色列的先知，耶和华也是，他也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先知，那你不可拒绝他，因为他带过来亚法的那个命令呢。这个尽管我们下一次再说一遍怎么证据，他是以色列的先知，按照那个但是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那个犹太人的意思，他们知道了他是一位先知，要说是一位先知，然后他带过来新约，为了那个世界多，他是新约，这个就是为了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那里其他国家的还不知道，一定要听从哪一个先知，就是一定要听从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就是这个耶和华，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他是一位先知，那你千万不可拒绝，因为以色列人自己说了嘛，很清楚了。那木匠呢，
因为我们看过了，有说是最后的限制，那他按照这个限制的事儿，他怎么说了？因为一定从他那里定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从他的那个嘴巴出来按照那个启示录，按照那个启示录。目前的那个限制就是谁呀？一样中的灵异，那是为要说做见证，他会把解脱你的罪，然后你成为不再犯罪。在这个就是为了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一位要说的，但是埃利亚没有人教过这样的那个教导，但是因为埃利亚没有教训过你们，做了一位要说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命令所赐给他，按照那个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因为一样中的灵异乃是为要说做见证，这个是新命令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变的？因为他转过去寻找外邦人呢，哪一个人讲到要说就有这个就有要说的那个限制。今天的那个教导比较短，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我就夫妇在大教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要说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不仁的，你要敬拜神，因为与严重的灵异乃是为要说做见证。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哪个人说出来要说，就是他的限制，就是一定要说做的嘛。因为因为这个灵异的这个语言中的灵异，现在在我这里，哪个人讲到要说必须讲到亚亚法，那限制的灵一定在他那里。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要看别的证明呢。那目前一定要定从哪一个限制？一定要定从以色列的限制。出来一位以色列的限制就不是。那要说的大是埃利亚是限制。那个以前的埃利亚在那个亚法那个王亚法那里也是限制，也是同样的人呢。目前也是同样的人呢。天父亚法的话怎么说了？那个因为语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要说做见证，那限制的灵就在他那里。那所有的人都跟随要说就不再犯罪呀。那天父亚法赐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最后的那个限制。因为你们已经听清楚了，埃利亚是一位先知，因为按照要说的话就很清楚了。按照天父亚法的话，他不喜欢救人呢。那埃利要说也说了，他不喜欢救人呢。那埃利亚也是一跟随他就不再犯罪，用让荣耀归给他们俩。
因为大是真正的限制，我们要强调话，这个限制呢，一定要定重的，他说定了，不要再犯罪。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这个就是那个最喜欢的东西，按照天父耶和华的愿意。他说主啊，没有，有说我也不等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宣告啊，一个伟大的那个限制，然后最后的限制，然后艾利亚代表他，除了艾利亚就没有，因为在这里讲到耶和华，那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限制，他是有什么样的那个质量啊？我们还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也是跟那个同样的人说，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后来又说在殿里遇见他，这个是真正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海洛海就是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后来又说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这个以色列的最后的以色列就跟他那个天父一模一样啊，就跟那个天父耶和华的那个话合适了。按照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他们两个人的话真的非常合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耳朵并非发真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眼面不听你们，那罪人多就大不听你们多，然后他们跟他有矛盾啊，他恨那个罪人多，那就好的那个限制怎么说了？从此不要再犯罪呀，按照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多，没有什么权柄坏，那个攻击这个最好的那个限制，你们应该要转过来寻找他。他的话就是谁的话？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然后他说出来，从此不要再犯罪呀，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天父耶和华的目的，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很救人呢，然后他说定了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限制，不然不行啊。如果要听从其他的国家的那个限制都是错了，你那里的是错了，就你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你的地址就错了。那拯救你的目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要因为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你还是罪人的话，就打不定你的祷告。那我们要听从那个最后的那个限制。我举个例子，那个男人可不可以娶个好几个老婆，许多老婆？按照那个基础的那个真理，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喜欢哪些人做那个阴间的，那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那个限制。任何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自己决定了，但是因为限制然后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杀过了他们呢，就这样。我祝你们好，为了要说保佑你们呢，
然后你信仰的话，你信奉的话，你就要寻找艾利亚，因为亚罗的律政要救你，要救赎你。艾利亚找好这个办法，为了拯救你，因为时间到了，为了拯救你，因为将灭绝这个地球。你们先看一下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那个战争，没有国家会击败会那个打败那个俄罗斯。如果你需要危险的东西，你就继续做吧。所以有的国家都不会跟他打战，不管所有的国家都加起来，他是一种国家专司。按照那个按照以赛亚的那个话，这个天父亚法的那个话不会有变了，世界都一定要听从他的话。他们以色列人哪里要跟那个俄罗斯打战，这个就是一种疯狂的。你们应该感谢有人教训你真理，先过来跟随真正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现在就是那个在雅各书啊，他有他的那个好处啊，他真的非常好。一定到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是不是那个好的东西？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他不喜欢救人。你们先看一下以色列的那个历史，他把他们拆掉了，然后其他国家都随便找别的树，他们那个找了别的东西。艾利亚又来了，为了让人多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你相信的话，你信任的话，你信仰的话，你先帮我，你先帮助我。如果说你真非常爱亚伯拉罕的上帝，不要把停掉你的旅程，为了到这里来，先让你自己走在真理上，你解脱了从那个最终的这个应该是有福的那个东西。你应该高兴呢，看到人呢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因为魔鬼拆掉了时间到了，为了你转过来寻找真理，一定就紧张了。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谁啊？已经就占据过了。人多是救人呢，已经就占据过了。那个最好的那个先知是谁呀？包括摩西啊，摩西也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我喊过来，为了你们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上帝，就要寻找艾利亚。你将做洗礼才可以，为了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为了你可以跟那个最好的先知一起走啊。那很清楚了，按照那个上文则基础就是你一定记住，就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啊，然后要听从那个最好的先知，按照他的命令，从此不要再犯罪，不然不行啊。按照这个最好的那个先知的话，这个天父亚法是完全。那你一到了耶和华里面的话，即你要完全。我们要念一下这个上文字，人会不会成为完全？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按照以色列的书，这个就是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跟他一模一样嘛。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按照那个耶和华的那个话，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你一定要完全才可以。
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说过这个。这个是真理，一跟随他就成为完全，这是好像艾利亚嘛，不将做坏事，不将动坏事，这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们，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和跟随那个，反正因为他不喜欢罪恶那。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祝你们好，为了你们欢迎来到耶稣和天父亚法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们都先转过来寻找最好的那个先知，那个所有的道多通过他，然后按照他的话，一定要听从亚胡说的。一定要听从亚胡说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因为预言中的灵印乃是为亚胡说做见证，在艾利亚后面就讲没有了。我祝你们好，为了到这里来，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真爱你，因为记住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都是从那个以色列人的树给你证明呢，不是其他国家的那个那本书。那我喊过来你们，然后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先知，然后跟随那个最好的先知，因为大是最好的先知，在大后面就没有了。大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你怎么说你也是先知？我已经给你念过了，让那个要我说的话，他收到了那个天父亚法的那个命令呢，怎么说了嘛？因为预言中的灵印乃是为要说做见证，怎么说呢？那个后面的那个先知不能走，如果在他前面没有先知说过他，我来就是用这个吧。因为有人说了，这个上帝真的没有生孩子了。你们随便找，你们的书那里，这个就是在你们那个别的书那里，写上了这个。如果说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书的话，就这个上帝生孩子了，这个有存在。我们来念一下圣文字，按照那个诗篇，因为他说你是我的孩子，按照那个诗篇。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生孩子，除了一位他的数就没有啊，因为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看一下诗篇什么就是那个诗篇第2章第7节，祷告着说，我要装圣旨。亚法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亚法生孩子了，按照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书，那你不可拒绝这个，因为你住在你的地方那里。如果你住在那个犹太的那个地方，这里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就打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帝生孩子了，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但是就是根据他的那个道，给耶和华生了。如果来说耶和华的话，就是他生了，就是他，那这个就是他的儿子。我们要看一下诗篇第82章第6节，
也是诗篇第82章第6节，我正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神有没有生孩子了？对，有生的，因为有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他说我正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呢，你们都不可拒绝这个，因为这个在那个犹太人书上，对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这个。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那先知怎么说了就这个有说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这道带主与神同在，他一说的话说出来的话，那个就是要说，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那大的办法就是那个岛上生孩子，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带主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分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按照犹太人的书，就是最后的先知，他怎么说了？他就是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按照那个犹太人的写法多拉，就是他们的书，我们看过了这个章句，他说了这个上帝说了我生孩子了，我再说一遍，他不是好像女人那个生个孩子，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呢。那这个道带主与神同在，因为但是亚伯拉罕说出来的话，那个话那个道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就是要说他变成肉啊，然后住在我们中间。我下一次再讲只给你们章句，因为先知自己说定了，他收到了那个命令，从大天父亚法那里下来，按照那个诗篇书按照那个诗篇那个上帝生孩子了。如果你拒绝这个，你就到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有个矛盾，那一定要跟哪一种那个书，一定要跟那个以色列人的书，那只有一个不可随便看那个别的书，因为这个是真理。这个上帝生孩子了，然后那个最后的上帝叫亚胡书他的命令多次给他，他被生了，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他一说话的话就他生过了他的儿子。这是好像他创造，因为他是创造者，你们应该听明白了，很清楚了。要说是最好的那个先知，按照这个上帝的话，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带主与神同在。按照以色列的先知，就是那个最好的先知，你同意的话，按照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确定的，就是诗篇说了，我生了你，今日我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他说定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他和他的那个父亲真一样，
一跟随他的话，就不会再犯罪，总被释放了。我们从那个犹太的书看了，知道那个要说啊，然后我已经给你们讲句，他是最后的以色列，然后我调整你们的思想那里，上帝真的生孩子了，但是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他说了，按照那个诗篇呢，今日我生你，你应该不跟他一样啊，这个不对啊，你不跟他一样啊，因为他是创造者。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说犹太人信仰了都从那个最终被释放了。如果你要看真理，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然后你愿意跟随他，你要听从犹太人的书，就叫谢菲多拉，在谢菲多拉生这个上帝生孩子，那个别的书就说了矛盾啊。对这个以色列的书有反对，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祝你们好，我的有说保佑你们。你信仰的话，你一定要寻找以利亚，你一定要讲消息系列，你可以跟我联系你可以跟我电话联系。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不管是哪国人，你们都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已经信仰了，我求你给我消息里，你先过来在这里的话就2006年了，你们那里随时都可以。艾利亚就出国，如果有人寻找我，你说实话，寻找真正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我们先一块儿祷告。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为了你的话，因为这是你的爱，这是真正的拯救。以利亚叫寻国里面为了转过来寻找你，我告诉他们过你的真理，你是真正的上帝，除了你以为都是假的，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真为亚法，你不喜欢救人呢，然后你赐给你的话，通过你最好的那个限制大教要说不要再犯罪，按照最好的那个限制。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你先做好你的话，为了他们那个听众和观众那里受到了你的好处，我求你为了拯救他们不知道的人那里，先救一下世界。除了因为我们那个马特家人呢，他们愿意那个被释放了，你先去拯救他们呢，因为时间到了，为拯救世界，先给他们接受下你的帮庇，你先那个找来一下你的权柄了，用荣耀归给你天父耶和华。我求你为了帮艾利亚，天父耶和华奉你的名字，我发过去这些话，就是借着要